拉玛奇努，拉玛奇努，真见则为，拉玛奇努。这几天我们也看到了法王真的是日理万机，这么辛苦，所以我们也很感谢法王能够，今天抽时间能够对我们进行一些开示。那么首先想请法王给我们介绍一下朗伊寺的历史。好的好的。其实，我们朗伊寺的话呢，这个祖先，是从西藏那边阿里那边下来的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是，朗伊寺的第一代活佛就叫做多帕大师，他的父亲叫尼那勒杰尔。那么所谓的这个尼勒杰尔呢，他是象雄阿里那边的人。那么这样的之后呢，大概呢就是在西藏那边，我们经常我们在有些书上面、网上啊，大家都在说灭本信佛啊，这个词语经常就用得多。那么这个期间的时候呢，就把那边呢，就是很多的本钵教，把迁移到在藏区的安多地区，也就是在青海呀，然后四川呐、这边，就是把它迁移下来。当时迁移下来的时候呢，第一代活佛的父亲呢，他们家族呢属于是，相当于就是说一个土司王那种的一种角度。那么这个土司王呢，他是，这个家族呢，因为本来我们本钵教呢就是属于是世系族，世系的那种的传承。那么这样了之后呢，这个家族呢属于是大鹏金翅鸟，的这个血脉的传承，也就是大鹏金翅鸟，就是下蛋的，就是黑蛋啊、黄蛋啊、白蛋啊，这样的话就是朗伊这个世系的这个传承呢，它是属于是黑蛋，他们兄弟当中的就是最小的。那么这样了之后呢，他的这个传承呢，他们这个家族的传承，就是当时这样迁移下来的时候呢，不光是一个朗伊这个家族，牵扯到他的管辖的这些群众，一起迁移到就果洛那边，然后这样开始过来。按照我们现在的话，比如说，白马有个叫白马县，就是包括那些地方，就这样慢慢的下来。我们经常就，听得到有个叫阿尼玛青神山，就是那些地方迁移，这样整个一起一步一步的下来。当时下来的时候，因为宗教的一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可能就是宗教和宗教之间呢，可能有一些产生了一些摩擦力。那么这样摩擦力的时候呢，就因为呈现了一个是这个我们是本教，这个呢就是大家都没办法说，一旦说了他就待不住。那么这种的情况下来了之后呢，就最后就是安居在阿坝这个地区。当时这个阿坝这个地区就是安居下来了之后呢，当时他们就不敢说是我是修本钵教的，当时他们就说我是拿古的人，乔古的人，所以叫阿坝的名字就来自于这个朗伊家族。因为阿坝的这两个字呢，藏语当中呢，就是就是阿坝的阿是古的意思，乔古的古的意思。这个巴呢，藏语当中呢，是代表着人，就叫做古人。那么这个古人的这个名词呢，是属于是这个本教的它的特色的一个法器啊。因为释迦牟尼佛他传的法是主要是显宗为主了之后呢，他就是做法的那些呢就没有。那么没有的话，本教呢它就是一个做法的这些呢比较多。那么做法的话，它属于是密宗类的。那么这样的话，这个鼓是密宗的一个法器。那么这样了之后呢，就变成了一个
叫古人，那意思就是说代表着不忘自己的祖先的这个祖辈的文化，所以就给自己的这一波人下来的这波人，就给他取名叫古人。这样了之后，阿爸的名字就来自于这样。但是当地的人呢，他就又是另一种写法，那就按照我们藏语里写的叫阿哇，然后就这两个呢，音是接近的，字是不一样的。那么阿哇这两个字呢，它是就是叫阿里娃，比如说翻译成汉文的话叫阿里娃的意思。那么阿里娃呢，意思呢，因为我们朗伊这个家族带下来的这波人，他是属于是从阿里下来的，那么就叫做阿里娃。那么这样的话，这个整个阿爸的这个名字，也就是来自于这个朗伊的家族，就因为有了这个朗伊的这个家族一起迁徙到这个地方出来了之后，才形成了阿爸的这个词语。